另外还有小火车哦，小火车礼拜六、礼拜天，这因为一到礼拜天是教师节，9月28号，中国国民党又争取后通过了教师节放假哦。结果教师节是假日哦，所以礼拜一要补假了所以礼拜六、礼拜天、下礼拜一都会放假。假日的时候会有小火车哦，小火车一节车厢的，开到那个柳营吴敬怀的家音乐博物馆那边，台湾民谣大师吴敬怀家柳营仁和村啊，闽南语旧称火烧店哦。这个是开放车厢的，叫5分车，从这里坐到那个柳营八峰村洛龙区参观乳鸟啊。哦，这边本来有一棵大榕树哦，7月7号丹纳斯台风把它吹倒，你看连那个连那个贩卖部的屋顶都有被破坏一些了。